各位朋友，唔知大家最近有冇睇到Gigi炎明熹嗰個專訪？睇完之後，我心入邊真係百感交集，甚至有少少酸酸地。作為一個一直支持佢嘅歌迷，我見到嘅唔單止係一個歌手換公司，而係一個20歲嘅靈魂，點樣喺極大嘅壓力同被愛嘅枷鎖入邊，努力掙扎出一條屬於自己嘅路。今日咧，我諗同大家詳細拆解下點解依次轉變對佢嚟講係一場自救。我哋唔用嗰啲冷冰冰嘅商業邏輯，我哋由心理學出發去讀懂呢個女仔嘅勇氣。第一部分咧就關於愛嘅窒息感，當對你好變成壓力咯。首先，我哋一定要幫 Gigi 澄清一樣嘢，佢絕對唔係一個忘本或者唔知足嘅人。喺專訪入邊呢，佢好多次咁感激舊公司，強調公司一直對佢好好，俾咗佢好多機會，甚至連佢嘅感受都照顧埋。但係大家有冇諗過喺心理學角度睇呢？呢種高度重視呢，有時反而係一種無形嘅枷鎖啦。Gigi 係一個典型嘅好孩子，佢有一種強烈嘅責任感，覺得人哋對我咁好，我絕對唔可以出錯。佢提到自己對表演有近乎強迫症嘅要求，因為佢好清楚而家係一個紀錄時代，每一次演出都會永久留喺網上。喺舊公司嗰種追求快、準、穩嘅大眾化模式下，作品往往追求最大公約數。但係 Gigi 係一個歌痴，佢對每一個音色、每一幅畫面都有自己嘅執着。當佢內在嘅藝術堅持遇上大台嗰套流水線生產時，內心嗰種摩擦真係好大，佢想表達，但可能身邊冇人聽得明佢講乜，甚至會覺得佢麻煩或者唔識諗。呢種冇人聽得懂自己嘅寂寞呢，對於一個心思咁細密嘅藝術家嚟講呢，先至係最傷心嘅地方。所以離開唔係因為舊公司唔好，而係嗰種好未必最適合呢個階段嘅佢。第二部分，從依附到自主呢場個體化嘅陣痛，心理學咧有個叫做個體化歷程 （individuation），即係一個人咧要由依賴人哋轉變為一個擁有獨立人格嘅過程。Gigi 以前會話自己性格好散，需要人逼先會進步。呢種俾人逼咧，其實係一種代理控制，即係由公司幫你做決定嘅。雖然基礎打得好，但係長久落去，佢隻腳會慢慢萎縮。佢喺報道入邊講過一句好震撼嘅話：如果一直企喺度，腳之後可能都唔識點樣去跳。嗰段所謂嘅雪藏期或者沉澱期，對佢嚟講其實係一場關鍵嘅心理實驗。當失去咗外在嘅推動力，佢反而驚訝咁發現，原來自己可以去做自己嘅事，而且一個人都可以處理得好好。呢個 moment 呢，佢終於意識到自己嘅生存能力係屬於自己，而唔係平台賦予嘅。佢寧願選擇一個會跌倒、會痛嘅自由，都唔要一個被扶持嘅平庸。咁呢個就係佢點解話想寫一本屬於自己嘅新手冊嘅起點。第三部分，自組工作室嘅戰略智慧，奪回表演主權。而家佢揀咗同 Sony 大中華區以及 NQ Studio 合作，呢個佈局喺心理學同商業上都係好聰明嘅。好多人唔明點解唔直接簽 Sony 個人約，其實以 NQ Studio 工作室名義合作係為咗建立一個心理緩衝區，佢唔再係一個員工，而係一個合作夥伴。創作主權，佢可以攞翻晒所有審美主權，對相片鏡頭有最終話語權啊！表演自由規避咗大型唱片公司對個人歌手嗰啲死板限制，令佢呢個歌痴可以保留最高嘅舞台自主權，帶住自己嘅團隊一齊行呢種水平式嘅關係，令佢可以喺一個比較開心嘅環境入邊創作，而唔使再面對嗰種垂直式嘅管教壓力。第四部分，寫俾 Gigi 嘅心靈寄語，願你擁抱飛登嘅水花。最後呢，我真係好想好溫柔咁同 Gigi 講幾句真心話。Gigi，你曾經話過自己係一條直線嘅人，但其實河流最迷人嘅地方，正正係佢嘅彎曲同激盪。
請你千祈唔好俾嗰啲永久記錄變成你嘅枷鎖。喺心理學入邊，最感動人嘅表演，往往係來自嗰份不完美嘅真實。你感冒時嘅堅持，甚至係不經意嘅飛音，先至係你同我哋之間最真誠嘅連結。請你唔好因為追求100份嘅交付而唔記得咗最初喺沖涼嗰陣隨心哼唱嗰個純粹愛音樂嘅女仔。工作係你嘅責任，但舞台應該係你嘅遊樂場。既然你揀咗寫新手冊呢，就大膽啲喺上面留低塗鴉啦。就算間中撻 Q 失手，都好過喺溫室入邊枯萎。你已經離開咗森林，有咗一條屬於自己嘅船。請你放鬆啲，去享受嗰個只有你同音樂存在嘅瞬間。海洋好闊，而你嘅聲音一定可以帶你去到好遠好遠嘅地方。加油，嚴明熙！我哋一直喺度。聽咗咁多，大家會唔會對 Gigi 呢次嘅轉變有咗新嘅睇法？或者你有咩說話想同佢講？歡迎喺下邊留言話我知。願我哋每個人都能夠好似 Gigi 咁勇敢去寫一本屬於自己嘅手冊。我哋下次再見。就喺準備呢段影片嘅時候，琴晚突然睇到嚴明熙擔任衛蘭汕頭演唱會嘅嘉賓，企喺衛蘭身旁，已能漸漸睇出 Gigi 嘅大將之風，沉穩自如，漸顯鋒芒。除咗感謝衛蘭嘅邀請，二人最後以氣聲輕輕收尾嘅歌聲，至今仍在耳邊溫柔回盪。